花莲溪出海口是国家级重要的湿地，这2冬附近所出现民宿，环保团体2023年开始向花莲县政府检举，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，因有经过申请并无违法，也毋过环团嘛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生态。 对空翕机的角度，会当看到一栋长得起的超大建筑，就安尼徛伫花莲溪出海口的正花。工程告示牌顶悬写讲要起餐厅和民宿，但边仔都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，互环团是真烦恼。它离海岸应该是不到100公尺，主管单位居然可以让它通过。另外呢，它旁边花莲溪口，我们知道说是全花莲境内唯一一个国家级重要湿地哦。然后根据湿地保育法呢，这个500公尺内你要新建旅馆的话是要做环评的哦。这样环团在2023年开始就向花莲县政府来检举，但是县府解释讲，这个土地是风景区丙种的建筑用地，目前建筑的量体规模等等拢符合规定。山坡地嘛有申请水土保持计划，业者申请的是民宿，不是饭店。它的这个4层楼，那主要是1到3层楼，它是做这个餐厅使用。 那第4层楼，它是做这个住宿使用。那当然，这个我们初步也了解哦，它没有在这个花莲溪口我们国家湿地核心区以及它湿地范围内哦，所以说它在环境敏感的部分哦，它是在这个湿地范围外的哈。 环团强调讲，这花莲的海岸线最近几年侵蚀的状况是真严重，未来若是发生危险，敢讲搁要去用公家钱来替业者来修复，但对争议业者拢无回应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